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3岁雕皮，5岁刻骨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若伫细汉就甲基础拍好在，对日后的学习甲成长以及人格养成拢会有帮助。也就是讲，细汉时的行为，容易成做一个人的性地。亲像现代囡仔生了较少，爸母拢惜命命。毋过，若是伤过挺身，囡仔做毋到代志，无马上甲指导，挺后发生无法度挽回的事情，才要后悔就袂赴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